这位谁啊？他是乔丽的同学，他们俩刚回来。阿姨，这位怎么称呼啊？她是乔丽的二姐。啊，二姐好。你是乔丽的同学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不像？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啊？中学同学，我不上大学，上大学既浪费又无聊。哼，你这套理论倒够新鲜的啊！现在在哪儿工作呀？搞音乐的。颓废。我颓废吗？不，你像呀。妈，你不说乔丽回来了吗？人呢？啊，在楼上洗澡呢。洗澡，最好给我洗洗脑子吧。阿玲啊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阿玲，你着什么急啊？阿玲是谁呀？哟，二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该回来吗？我没那意思。你别跟我意思不意思的。你上哪儿给我找了那么个货色回来？二姐就是二姐啊，一见面就向我开炮。怎么，楼下那个看不顺眼啊？顺眼，太顺眼了，我顺的眼珠子都快出来了。别笑，到我房间里来。二姐，给我正经点，站好。哎呦，你累不累啊？我不累。哎，你一天到晚的，是不是就知道谈情说爱啊你？哎，二姐，这话得说的有根据啊。我要是没有好好读书，那我每年全班前3名怎么得来的啊？谈情说爱，你试试去。你跟楼下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玩意儿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乔燕同志，人家也是有尊严的，你说话得客气一点。他呢是我的中学同学，至于他男不男女不女，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总不能跟人家说，哎，小子，我二姐看你那头发不顺眼，你赶紧给我剃了去。得了吧你！我告诉你，那家伙我可认识。你认识？不会吧？他以前是金山宾馆歌舞厅的一名歌手，叫什么阿玲。我看呀，一点灵气都没有。以前的出场费还可以拿到100，后来降到60，估摸着到现在50都没有了吧？50块，然后一天跑4个宾馆，那就是日进200啊！哎，二姐，你月薪多少呀？跟爹加起来是不是还不够人家1半呢？别给我扯这些，老实跟我说，就你跟他什么关系？男朋友啊！你疯了你！你跟这种玩意儿谈男女朋友关系？怎么了？怎么不行呀？哎，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，你应该知道的吧？门当户对，你是这意思吧？你说呢？二姐，我没听错吧？这话大姐没说，妈也没说，怎么就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了呀？怎么回事？我以前还挺崇拜二姐放荡不羁的呢。说什么呢你？谁放荡不羁了？好，算我用词不当，你循规蹈矩，行了吧？可是二姐，你看人留长头发就说人不男不女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，完全不懂得时尚。你少跟我谈什么时尚，像他这种留着长头发戴着大耳环的时尚是绝对进不了咱家门的。那你就把他赶出去吧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说的。人呢？哎，人呢？谁呀？乔丽带回来那神经病啊！哎呀，燕燕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能说人家神经病？人招你惹你了？就是，
一开口就说什么神经病，多不好啊！我看你们就装好人吧，啊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想的跟我是一样的。你们就惯吧，早晚有一天把乔丽给惯出毛病来。哎呦，二姐，你真是累不累啊？我自己都没把这当回事儿，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少跟我啰嗦，人呢？谁呀？那神经病啊！哎呀，人家早走了。走了？慢点啊，他自己走的啊？人家也是有尊严的，看到你都这样了，还等着你下逐客令。他是不自信，心虚了。二姐，你还真以为人家是怕你啊？人家阿玲下午要给学生上课，时间耽误不起。什么？他还给人上课？对，就他带了80多个学生呢，收入可观，比你我活得都潇洒。潇不潇洒不在钱多少。阿 Q，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两个人怎么回事？一见面啊就打嘴仗。就是，凑在一起就是打不完的嘴皮仗。二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算你赢啊！你别生我气，我还有事要求你帮忙。哎，别求我，我一个阿 Q 有什么好求的？丽丽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干嘛惹你二姐生气啊？没大没小的。好，算我错，全都是我的错，好吧？啊，知错就得改，改啊，立马就改。你说怎么改吧？赶紧给他端。欧了，说扔就扔，就像扔张废纸是一样的。好了，别再废话了，赶紧来吃饭吧啊，都凉了。吃饭。书记，您到了。啊，小曾啊，你这路很熟啊。我以前来过您家。是吗？哎呀，来好几次呢，您都没在家。书记，我也是矿山子弟学校毕业的，跟您家乔燕还是同班同学呢。哦，那以后来的机会就更多了。只要能天天给书记开车，那不说来就来呀。好，以后欢迎你常来。小曾啊，你也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2点1刻来接我。哎，啊，知道了，书记。慢点，书记。还是大姐做的饭好吃。不光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这个还有这个都是妈炒的。妈，你劳苦功高，这菜比我们学校做的好吃多了。那以后就常回来啊。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就是，别带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回来啊。二姐，你有完没完？婆婆妈妈都快成我妈了。瞧你说的，我什么时候成婆婆妈妈的了？就是得，再回来可不敢多说话了，不知道怎么着就得罪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还没吃完啊？我爸回来了。爸，市委书记好，市委书记您辛苦了。哎呦，这不是祖国的花朵，回来了。您吃饭了。